喺護老嘅工作裏面咧，好多人都會問我，係咪女士吃香啲，男士冇咁吃香呢？傳統嚟講咧，就好多僱主都中意咧請女士嚟做護工嘅。個原因咧，就原來我哋老人院咧係真係女多過男噶喎。點解會造成女多男少呢？原來喺老人院咧，的確係有女多男少嘅情況。就以一間喺香港100人嘅老人院為例啊，可能有成80幾個人都係婆婆嚟嘅，得10幾個咧係伯伯。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因為傳統嘅中國女性咧都比較抵得諗嘅，有時候會驚造成仔女嘅負擔，佢寧願自己去安老院。但係相反，傳統嘅中國男性咧，有時候都比較要求高嘅，去老人院咧就可能比較抗拒。所以一去到居家安老嘅情況，男女嘅比例就即刻變咗啦。以我嘅經驗，我發現居家安老嘅男女比例咧就會變咗60%係女性，40%係男性嘅。咁居家安老嘅男性比例提高咗嘅時候，其實係方便咗男護工進場嘅。我哋嘅上一代啦，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個好魁梧嘅男人娶一個好嬌滴滴嘅老婆，所以一到呢個男士如果有咩問題，的確好難要一個嬌滴滴嘅婆婆咧幫佢做復康嘅。喺呢個時候咧，男護工咧就大受歡迎啦，因為男護工可以做到中風復康啦，又可以做到好嘅扶抱工作，而且喺家居裏面反而冇咁排斥，亦都唔會話太核突情況。所以無論係男護工、女護工，我哋都非常之歡迎。唔知大家又點睇男女護工嘅照顧分別呢？